上一堂啦，4年班同學仔呢一條片咧就會同大家講一講面積嘅認識，幾個概念嘅。第一樣嘢同你溫翻面積嘅單位啦，第二樣嘢咧就係同你講一講面積嘅計數，佢啲公式點樣走出嚟嘅咧，再嚟提多少少大家上錯嘅位，就係咁啦。先嚟第一件事，溫一次少少，乜嘢叫做面積咧？簡單啲講，即係講緊一張平面佢霸幾多位，譬如話一張台面就叫做面積咯，得唔得？下一個問題啦，我有乜嘢辦法知道邊一個嘅面積大啲呢？其實呢度咧會有3個嘅方法嘅，我哋會學3個方法。第一就係齋睇咧，你望都望到應該右邊嗰個大啲咯。所以第一個方法咧，我係叫做睇，用眼去望嘅啫。第二個方法咧就係將兩樣嘢咧搭埋一齊，我哋將佢疊起佢，你就會見到啦。喂，你上面嗰塊都遮唔到下面嗰塊嘅，即係上面嗰塊細啲咯。第三個方法咧，我哋就係去數啦。數咧其實會有幾樣嘢嘅。第一係可以自定單位咧，譬如我係咁擺啲圓圈落去咧，你數下佢有幾多個圓圈，大概知道佢嘅面積有幾大。又或者咧，我哋可以去數格仔。呢度溫一溫個數格仔點樣做先嗱，講明先啊。每間學校嘅教法係唔同嘅，你又唔好同老師講，喂，唔係喎，張 Sir 唔係咁教噶噃。嗱，你跟翻你學校老師 OK 嗱，間學校教法唔同，跟你老師教嗱。但係普遍嚟講咧，我哋嘅教法會係咁樣嘅。呢一啲咧工整少少嘅，即係唔會斜嚟彎去嗰啲咧，我哋會咁樣做嘅。一格就完整數啦。咁另外咧，盡量將啲格咧將佢哋砌成一格嗱。譬如話呢度完整嘅會有呢一格啦。然後呢一度咧，如果我將佢搬過嚟嘅時候咧，佢哋就會變咗做第二格，得唔得？呢度我搬咗過去啦，咁呢度就變咗做第二格啦。又譬如呢一度咧，如果我搬咗過去呢度嘅時候咧，呢度就會變咗做第三格啦。剩翻呢度咧，就應該唔係好砌咗一格嘅，但係我哋可以夾硬嚟咯。當佢譬如我將呢兩個大概啦，呢度加埋咧會係第4格啦。所以呢一度嘅答案咧應該會係4格啦，又或者5格，4至5格啦。呢度會係好啦。至於呢啲曲嘅圖形咧，彎彎地嘅圖形咧，我哋會係咁樣教嘅。一般嚟講，如果今日佢差唔多係成格啦，差唔多係1格啦，我哋咪直接當佢1咯。如果佢係大概係半格嘅話咧，我哋會將2個半格咧先至會當係1嘅。如果佢好少嘅話咧，譬如呢一啲咁樣，我就直接唔計佢啦，我當佢係0就 OK 啦噃。好，所以話譬如話呢一幅圖入面咧，嗱呢一個我哋係大半格，我哋就可以當1啦，大半格當2，大半格當3，大半格當4咯。呢一啲全部都勁細嘅，我就唔計佢啦。所以呢一度咧，呢一幅圖嘅面積咧，大概係4格咯，得唔得？就會係咁樣啦。好，接下嚟咧，我哋可能一啲面積嘅單位先。嗱，面積咧，我哋會有2個常用嘅單位，一個咧叫做 cm square 啦，中文咧叫做平方厘米，寫埋個中文俾我啦。好，另一個咧叫做 m square 啦，中文叫做平方米啦。呢一度咧，幫我記一件事先。1平方米係幾多平方厘米咧？嗱，大家會知道1m 就係100 cm 係咪？嗱，咁1平方米咧，原來會係10000平方厘米喎。喂，為什麼啊 ？OK， 教你點記啦。嗱，1米係100啊嘛，呢度有2個零啊嘛。而家咧1m2咧有2個100，得唔得？佢有2啊嘛，即係有2個100，所以咧個00會再重複00，總共咧就會有4個0啦，得唔得？咁所以1平方米咧就係10000平方厘米，記咗佢就得啦。然後下一件事咧就要知道啲單位有咩用啊？幫我記一個例子咯。好啦，1平方米其實就好簡單嘅啫。你記一張嘅台啦，譬如餐台啦，平時茶餐廳可以4人食飯嘅餐台，大概就係1平方米啦，得唔得？至於1平方厘米咧，只要你係一個經常稱讚阿 Sir 嘅人咧，你就會記得噶啦。因為你豎起隻手指公，你塊指甲啊，其實差唔多就係1平方厘米啦，可以嘛？所以讚多啲你嘅阿 Sir，咁你就會記得呢個平方厘米啦，好嘛？好，接下嚟咧就係揀單位啦噃。嗱，你就要知道啲單位幾時用咧？你有2個諗法嘅。第一個諗法就係你記翻啲例子咯。譬如話香港住宅嘅面積大概係28乜嘢，會唔會得20塊隻手指甲咁樣？你住咩啊？住唔到嘅係咪？你平時企喺度瞓覺嘅係咪？唔係啊嘛，得唔得？咁
一定唔會係平方厘米啦，咁即係應該會係 m square 咯。呢個係第一個嘅諗法。又或者咧，你要明白 m square 呢個單位咧係透過 m 乘 m 走出嚟嘅，即係佢每一條邊咧都應該會係米嚟嘅。你咪諗下咯，通常我度一間屋，我會用米定係厘米嚟度啊？應該會係米嚟度噶嘛，咪好合理，我會出到 m square 咯。嗱，但係留意啦，人哋會問嘅係咩咧？嗱，呢度同我圈翻低面積，記得要圈字啊！去做呢啲題目嘅時候，後邊咧我就會陰你啦。一個橡皮擦長幾多？見唔見到？呢度要計長度單位，所以呢度咧你會答計 cm 得唔得？所以記得同我圈字咯噃。好，去到呢一度啦，而家學晒面積周界，大家最頭痛就係哇啲公式拉埋一嚿，撈埋晒。即係你阿爸就叫咗你阿媽，你阿媽就叫咗你阿爸，咁好大件事噶嘛，係咪 ？OK， 咁唔得啦，要同大家咧溫一溫個公式啦。呢一度煩少少，但係要大家寫一次啦。嗱，正方周界公式學咗噶啦，我哋咧叫做邊長乘4啦，係咪？長方長加闊乘2啦，面積邊乘 b， 長方長乘闊。有需要撳停條片咧，我哋一齊寫咗佢。喺大家唔覺嘅時候入面咧已經寫晒啦，你自己咧就同我寫埋佢啦。嗱，記得要幫我背好晒啲公式。好啦，到實際應用嘅時候咯。好，佢問上面一個長方形嘅面積係幾多咧？嗱，第一件事永遠都係個技巧噶啦，整炸彈係咪？今日你要炸死我啊！咁你要諗下，喂，我要整個咩嘅炸彈係咪？你要買材料，你要整嘢啊嘛，就好似煮飯、整蛋糕咁都係咁做係咪？好，所以第一件事啦，而家我哋揾長方形面積，我哋需要計長乘闊啊嘛，係咪？你揾咗個長，揾咗個闊俾我先咯。長係幾多？闊係幾多？留意啦，學校有時會陰你嘅。呢度咧一格係2 cm， 所以而家咧呢個係2、4、6、8，呢度咧會係8 cm， 所以我哋寫低8 cm， 打直嘅為4 cm。我哋叫做長乘闊啦。又或者咧，逢親有圖嘅題目咧，我想你幫我記兩樣嘢，我哋可以叫做橫乘直，橫乘直。呢度會係8，呢度會係4，咪8乘4咯。所以我哋會得出答案咧32 cm square， 得唔得？去到下面嗰條咧都係咁做啦。而家又係揾長方形面積，但係我唔會俾晒啲嘢你噶嘛。長我哋框低佢，闊咧佢冇講嘅。咁我哋咧後邊上面寫一寫啦。見到的倍咧，做翻的前是主角，應該唔知闊係幾多嘅。唔知闊我哋就會做翻個除啦，20除4。所以成條式咧，我哋會係20乘20除4，會係咁樣去做。呢個答案會係100 cm square 啦。嗱，特別提多聲啊！睇題目嘅時候咧，都係習慣幫我圈低呢啲字眼面積，因為有機會學校會考周界噶嘛，係嘛？咁需要睇清楚問緊面積定係周界啦噃。繼續下邊嗰條長方形嘅面積係200 m square， 長20米，咁闊係幾多咧？嗱，呢一度公式咧，翻屋企幫我自己背啊，前面嗰版都會有嘅。簡單講，長方形嘅面積只要除長就係闊，除闊就係長，所以200除20咧就會得出闊啦。所以呢度咧200除20，答案就會係10啦。好，唯獨是咧去到正方形咧冇計啦，幫我背咗個正方形數佢啦。正方形數即係講緊2乘2、3乘3、4乘4，去到20乘20嗰啲，幫我背晒佢。喂，咁你會問啦，喂，點解要背啊？又背好辛苦㗎，你知唔知有每日要課外活動咧？我要去游水咧，要打波咧，要學英文啊，好慘㗎。嗱，我真係幫緊你嘅，我唔係逼你背。有咩原因？梗有原因。第一樣嘢俾你偷懶啊，咁中意懶啊嘛，俾你偷懶啊。假設今日題目問啊，邊長17米嘅正方形面積係幾多？你背咗嘅話，搞掂，唔使諗啦。289啦，搞掂啦，背咗，搞掂。再嚟啦，另一個原因係你唔背唔得，唔背會死嘅。你諗下啦，如果今日題目問面積144平方米嘅正方形，邊長係幾多啊？冇得計數嘅喎，你諗嘅啫。乜嘢乘乜嘢144啊？如果你背過嘅時候咧，你就知12乘12係144喎，所以答案就係12m 咯，得唔得？所以唔該啦。幫我背咗個正方形數啦，背就係咁啦。好，最後咧講埋個周界同埋面積嘅分別啦。特別嗰樣嘢啊，嗱，題目咁樣講，如果將兩個邊長4 cm 嘅正方形咧拼成一個長方形，周界係幾多？面積係幾多咧？呢一度咧俾個好核心嘅概念大家。如果今日咧有兩個正方形分開先咧，我哋用周界去做例子先。如果呢一個嘅周界，呢個周界我分開計啦，再合埋計，個周界同唔同？唔同嘅，因為咧我會合埋咗啲邊啊嘛，得唔得？所以咧
我係唔可以揾咗一個嘅正方形再將佢乘二，係唔得嘅，因為會少咗邊嘅周界。唯有咧，你當佢長方形咁計咯，呢度會係4，呢個會係4，呢個4咯，長加闊4加8乘2，周界可以咁樣計。但係去到面積啦，如果今日有兩個正方形，我將佢分開計，又或者我合埋咗再計咧，其實係一模一樣嘅，得唔得？面積你直接去乘就得噶啦。所以一個嘅正方形咧就會係4乘4啦。然後有兩個嘅時候咧，我咪將佢乘翻2咯。所以呢一個咧要稍微知一知周界同面積有咩分別。周界合埋咗會唔同咗，面積合埋一樣嘅，大概意思係咁樣啦。好嘛，嗱，以上就會係呢一度嘅重點啦噃。